受到风台海贵的影响，花莲有真侪文旦是生了较歹看，卖袂出去，转后肥。台北市有国校的中道场出现规粒的文旦，有家长就怀疑这是咧替农民消库存。那学校表示这是毛阿豆的文旦，为中秋进前就开始提供啊，绝对唔是消库存。 料理煮好势，赶紧开起来！台北市福清国小的中央厨房所制作营养午餐，逐工也提供给附近的3间国小。按照合约，逐工拢有水果，最近有柳丁、多鸡素，也有文旦。到那个柚子的时候啊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学校怎么会送这么好的水果？我们全班有剥柚子大赛，我得第1名。 中道场有规粒的柚仔，囡仔是食甲欢喜甲。不过有囡仔也讲，老师有教因用汤匙安怎掰，安怎学就学袂会，规气规粒炸回去厝。就带回家给爸爸吃。给爸爸哦。那是第一次吃到柚子吗？大概有2、3次了。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倡导说，我们的水果、我们的食物尽量是以原形给孩子，因为疫情之后避免交叉感染。 家长会长表示，因为卫生的关系，午餐委员会有请业者唔通切，也因为其他学校的家长向媒体表示，国内的文旦伤过济啊，可能是一个小库存。校长是特别有来买货，团线业者也讲，用这当着是的水果，这成本才会好。9月22号、9月27号，还有10月4号这3天吃文旦。那么，尤其前2天，那根本在中秋节之前的价钱还比较贵。当季盛产成本才低吗？对。那以这个季节，其实就是柑橘类盛产跟文旦盛产的季节。中秋进前有提供2解文旦，而且是对台南麻豆来的，唔是花莲。校长也讲，无伫咧斗销文旦，也因为即马文旦产季已经过啊，11月到明年1月袂出现伫咧午餐的菜单内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